该报名拢是小，拢袂当报名哦。来嘛，请讲出主意前填的立即功，问到立即功，讲师午安。讲师午安。各位前贤请坐下。安尼小大声，啊是互学的声音较大声，歹势啊！哇，真正足感恩的，会当共聚一顿，算咱大家拢即个发现一千分。啊，今日真正吼，人讲哦，你甲我讲我咧做啥物人才啦？咱讲今日是吼，爱讲一块啥稻瓜，啊，加这我互较无出去国外，啊无若即个爱去共同做啊，吼，啊因为咱拄则听迄个新讲师听安尼讲啦，吼，咱大家拢有听讲，哎哟，拄仔比我即个苦海，咱爱看苦海了啊，咱伫即个世间上去甲看，哇，人事不了看一个家庭。对来，拄则迄个讲师讲，有记个无？有记个无？和谐上重要。啊，这个和谐对对来，对咱的本心来，对咱的佛心来啦。这个和谐对对来，对你，咱师甲咱点迄个佛，你若做有和谐，你甲放到家庭的圆满，你也放到事业的成功，你甲放到妈妈是一个慈悲的妈妈，你甲放到爸爸的身上是一个爸爸的标杆，吼。啊，所以来，咱真先来看即个讲，看破苦海有即条啊做啥？苦海有神妙，吼。啊，因为咱苦海的点点名吼，啊爸，伊讲吼，在即个繁华的世间，啥物拢是假，有无？伊真认真。咱看真诶也是假，伫即个繁华的世间，咱是真诶也是假，大家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真诶也是假。啊，假是安怎？咱大家拢遐拍拼，遐认真，拢好袂啊？吼，拢知影讲是假。啊，叫咱出来修行行道，哎呀，啊，道场外口有来，迄个国外有需要咱来，啊，道场有需要咱来拍拼，真个摕会倒转去的。但是咱讲安怎，拢好袂啊？啊，拍拼到来，我即搭讲一下，大家图遮互咱看啦吼。伊讲，你即个繁华的世间，你逐一个世间，啥物拢是假哦。来，互学即个吼。钱拢无法度人用，啊，着爱下即电脑吼袂晓放啦吼。来，我先讲一个相片互咱看，这是真人实事，这是啥物人呢？吼，来开始看哈。这就是毛泽东毛主席的啥物？的孙女，啊，伊所留的财产，互伊内面有30几亿，可能30几亿，可能因的钱吼，30几亿到1亿。伊内面所有的内面的设备拢用金仔落去箍落啊，30几亿咯。但是呢，伊遇到了癌症了后，要去对啊去加治哦，敢是敢加治？无啥甲看清楚啦吼。要去国外要去治病，治癌症，啊伊惊讲，这间厝起甲遮好，30几亿的厝。啊，我若即回去，无法度人倒转来啦。看我即心爱的厝吼，我就是先爱甲录起，甲录起讲，是要甲用往事。伊先爱甲录起讲啊，我安尼吼，去到治疗到即个病了后，我到底会当转来袂？啊，我即间厝我毋甘，即拢用金仔框的哦，你看拢用金仔框的哦。毛泽东的亲孙女，
即个时间，咱人若咧破病的时阵，伫即个时间上唔甘的是啥物？伊还佫毋讲即个事哦，伊拢无想讲我即个身躯无去的时阵，即个时阵我上重要的是啥物？我上重要要克服的是啥物？哎呀，真的好难过啊！你哪讲哪好？爸爸也都没过了我这样的生活。今天小福过到了，我知足。是我爸爸给我积的德，才有小福今天。这拢金仔讲的，永远感恩，规厝拢金仔。感恩。这个就是毛泽东的孙女。是用黄金，用黄金，我把它唱成歌，抚慰了我。哎呀，真的是舍不得这个家呀！都是黄金做的。规间拢用金仔破，咱三个还是对金仔人我今天在这里在吃树枝头，我可能去我这我就不再能回来了，爸爸，我不再回来了。癌症不治之症，你怎么才爸爸？哪有哪好？这是因爸爸、因阿公拼三代的业绩来铺这间厝。知道吗？这一个柱子就200多万。但是拄啊好，因大陆讲迄个单一开名嘛吼，你看拄啊伊的手工，唔甘啦。伊所有的财产甲所有的钱，伫即个时阵，拄则迄条歌讲，啥物拢是假的啦吼，来即个繁华的世间，啥物拢是假的。你是我不明不白的，爸爸是。一会儿事情就来了，天亮我就走了，离开这个家。生死太死，可怕的是面对。爸爸，我走了，这个家，你的灵魂就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待吧。这是曾经你的女儿张小凤的家，也是毛小凤的家。爸爸。我真的舍不得这个家，我住了这么多年，爸爸，我都是为有的心，有我一生的经历，爸爸。我再叫一次，再叫一次，就这一个就发了3个月了。把一生当中所谈来的往事，拢出嚟伊的，更明显伊，但是免转去你看看，靠大家身上吼，伊无法度让天甲一角转去了。好，来，条来遐伊的。哦，这个毛泽东，伊的孙女伫大陆是富婆，伊叫做毛小凤，伊用30几亿就咱遮的钱几亿啊，5倍升5倍，安尼几亿？150几亿，咱的钱150几亿，拍黄金的厝。但是呢，伊得到了工程，伊要去庙西人治病，伊惊担心了，伊袂当搁倒转去，所以呢，伊要离开的进前，伊爱把这间厝翕起做纪念。爱敢听有？安哪讲哪对不起伊的时代人？你对不起毛泽东，对不起热爱伊的囝，对不起伊家己。伊拢无想讲这个时阵，到底这个时阵。我烦恼的是啥物？有对无？有做无？到底我目睭起去，我是要去倒位？伊无烦恼咧，甲烦恼伊间厝到底啥物人要住？哦，安尼有答案是对的。好来，小哥这边了，好来。
一个人拄则咱拄前人语言已经来出世做人，人有生绝对有死，对无？不是修行就袂死哦，不是修行是袂死哦。修行学道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咱生对倒来，咱目睭摕去的时阵，咱爱好了行知讲，我厝像咱做以前的讲，恁会知影安怎来，你确实要倒转去，恁知影照原路转去到恁的厝，这段的路程，恁袂惊着，恁袂惊啦。恁袂感觉讲我到底我只是要往南、往北、往东、往西，咱爱知影讲我这条路明明白白，我要倒来到桥营，我要倒来到下营，我要倒来到麻豆，我要倒来到台南，我要倒来到高雄，知影讲你的归因处是啥物所在？安尼你会惊风袂？应该袂惊风啦吼。所以咱修学就是爱知影讲，咱就是要爱知。我的源头，咱拢对西方来，但是咱到尾拢对转去，大家拢，哎哟，我要来依我的祖先啊，要来地甲找我的祖先啊，安尼毋对，吼，所以因这道我伤济袂使讲伤济啦吼，先甲咱点一下就好。咱甲咱讲，古今众上，谁拿一把土来去？自咱听到啦吼。从以早安尼，咱来出世6万外尔，咱人拍拼干安尼啊，拍拼伊安尼开始做到上界悬的就是皇帝，对无？上界将相，上界有企业家就是迄个王永庆，甲郭台铭尔。但是伊到尾遐悬，就会知迄个讲所讲的，敢摕有一角倒转，含一块土都无法度通摕倒转去。但是咱大家拢知影客，佮拍拼甲好，是毋是？阿哥了看90几岁啊，了看，吼，阿哥想，伊讲咧，有才一郎啊90几岁啊，心痛袂了，无啦，我要转来啦，我要转来斗板油啊，含行袂好势，要倒碰油啊。你甲看，咱人即个心真正要学好啊，咱道理听遮久啊，要学即个好啊，真正无好讲啊。啊，毋是咱无到遮哦，到有到遮，陆续好过。敢若要食这3顿，敢若要咱厝已经有啊，咱拢有到遮。但是咱就是放袂下，奇怪，这执着就是放袂下吼。所以甲咱讲，时间到，目睭起起时阵，咱的分别。就乱批啊！啊，好佳哉呢，好佳哉！咱若有修行的人，咱袂乱批。咱知影着拄则互我比喻，咱着知影讲啊，我会知影对对一骹步转来，对对一骹步出来，我的门骹靠一骹步转来，我知影迄个路程安怎行，行来到咱爱上的地。确实若比办了，我嘛知影讲要安怎行，行等来到阮兜，安尼即个路程。安尼咱会安全，咱有安全感，安尼敢听有？但是即个路程就是啊叫做啥？迄叫做啥？叫做修行啊！即个路程就是讲，你的贪嗔痴慢我慢所有的即个路程，就是而且要互咱修啦。虽然咱已经得着道啊，咱知影讲，哎呀，我的西方的自省的是对遐。对遐爱对遐出去，等于到找回教会，咱不叫伊听。但是这段的路程，咱爱道行讲道了缘，甲咱6万外年的原天介绍，爱离无亲。是安那脾气毛病遮济？恁知影？修读到敢无脾气毛病？修读到上会知，咱即个讲师报你甲看吼，一个报名一个牙客。我西方哪西方嘞，清净本体哪清净本体嘞，乌云暗嘞我无明相吼。啊，所以管伊是青春少年，也是权利与富贵，吼，拢共款。就会知咱拄则两个了吼，不管你少年，就会知迄个讲师讲，因为囡仔打波嘞，就是爱漂亮，甲当咧阴凉不到遐。就是甲搭端顶底，互美军啊！迄个杨伟忠40
叫容易，你甲看，伊为着要救祖囝，祖囝有我，伊煞爱死，你甲看，青春少年拢共款，不管你有权利富贵，拢共款。西游死是天意啊，爱看破苦海伊啊。咱即个世间是真正好业人，你嘛甲看好业人，就无艰苦呢。有当时你甲看好业人，会烦恼比咱较济呢。哦，毋是咱有收去读倒啦，会晓转念，会晓转念呢吼。伊讲在即个时阵，咱即个时阵讲讲，你目睭开去，你会分别乱乱飞的时阵，你即个时阵啥物上重要？咱啥物上重要？迄个时阵，生死拢无重要。迄个时阵就是功德上重要。迄个功德，咱要摕转去到，亲像讲化学，即回要含负责任，要去大陆，我一定爱有人民票，爱换互这通关来。我若要住1个月，爱有1个月的盘点啦吼，的钱通来遐开。我若要住1档，爱有1档的盘点通来遐开，是毋是安尼？咱进入来遮已经6万多年啊，咱即世人已经遇着道啊，咱刚得着道尔，刚食菜尔，会倒转去袂？会倒转去，但是住会久袂？爱拖咱。你即段期间，咱的得积偌济，咱的脾气毛病起了偌济。一个你有恢复你的清净本体无？你有恢复你本来一颗光少少地粉的光亮无？那安尼咱才住会久啊！吼，所以而家甲你讲吼，讲咱在即个花花的世界。在即个花花的世界，啥物是真理？啥物是真理？真理就是会当互咱公平，会当互咱和谐，会当互咱圆满，会当互咱当家作主，会当互你的主人做。真理就是啥物？就拄则咱刚说的早讲的，真理在哪里？真理在道啊！道在哪里？在你的家庭。你的家庭若幸福上天堂，你的家庭若逐工吵吵闹闹，你的家庭若逐工我看迄个也毋袂顺，看迄个也毋袂顺，就是我们的心里面都给人家东方了。啊，你敢听？你的心都给人家划分了。人本来自性清，伊得光少少，这拢无物件，亲像即个乌巴。我来讲一个故事，这是2000多年来的一个不解的公案啊。咱若有听过，迄个啥基督教有讲一句讲啥？要来创造这个世界，创造这个啥？这个天地啊，这个世界。伊甲讲一句话，讲伊创造亚当以夏娃，伊上帝伊搁甲交代。伊讲吼，你有一种水果，啥物水果你拢袂使食，拄啊加一种水果你袂使食，你就感觉奇怪。亚当以夏娃要来创造这个世间，要来创造这个清净本体，因本来住伊甸园，伊甸园代表叫做西方，安尼敢听？代表叫做清净本体，代表叫做无极，代表叫做佛。安尼听有无？伊甸园就是当无清净无亮的，叫做伊住伫迄个所在。但是呢，亚当与夏娃甲派来汉江，就是咧讲咱啊爱详细听哦。亚当与夏娃来派来汉江，伊讲一种果袂使食，啥物果？分别是非对错，这叫做二元对立法，这叫做咱目睭所看人，咱别人拢毋对，拢我对，安尼就叫做有两，咱拢要啊我对尔，别
分别起来是有两项啊，有诗啊，有灰啊，有绿有草。那安尼咱离开你原来迄个叫做清净分的，清净的迄个净土，叫做净土。爱听，咱听解迄个意思无？咱本来拢西方的佛经呢，咱大家拢是遵佛而来经呢，咱拢清净的，咱拢有结的呢，咱拢是老好有意见呢。但是安那惹到遮济是非非遮济办袂完的代志，是安那咱情绪控制袂了，是安那我的无明才遮济，是安那我的家庭太袂好，大家幸福袂好，翁仔我袂好，囝袂好，我啥物人的问题？爱回关关照，毋是别人的问题，是我的看法，是我的目睭的问题。我的目睭伫对来，因为我的内心的世界，毋是迄个佛咯，是你迄个色，即个色叫做色条条的色咯，你叫做分别来咯。所以咱今仔日修行就是爱找回即个哦，找回即个。伊当去甲咱讲哦，伊当去甲咱讲哦，讲你即个佛法的世界，啥物是真理？我就是要找即个真理。伊甲你讲，你爱要找真理，爱定来活动，定来活动爱安怎？才能明心见性，万法皆归一。咱敢知伊对啦？好啊，咱讲好无？敢好？你敢知你受书一记，你甲看，咱头一工来讲，跪伫遐，甲你画一个圆箍啊，有无？咱来一对你的目睭，就前甲你画一个圆箍啊，迄个叫做空性，迄个叫做空性，就是。即个空性就是袂只有这义，咱比如即个部分就这义的进程，这是清清白白的，拢完全无物件，互我的义工写变干明亮落啊，安尼听有意思无？所以伊讲咱的求道，咱的点传师，有领着天命，咱的济公老师对咱的面头前画一个圆箍啊，你的慧心带伫遐啦。佮对娘甲你点落，叫你即个主人爱出来，叫你即个真主人、真主人爱出来做主，安尼听有无？你叫你即个真主人爱出来做主啊！甲咱讲安怎呢？咱自性无生死啊，自性是随业无义走命啊，在你点道的时阵。老师叫你目睭看中迄拍，看你看目睭看中迄拍甲你面头前画一个圆箍啊，念互你听，佮讲一句话哦，咱上细听哦。咱今仔日不管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，啥物教，就是拢要找即个尔。伊佮甲你讲一句话哦，一直中央会，万法得超啦，都有咱管道。即落会遮殊胜呢？哇！你家己仔去点迄个一指尔呢？你1万控8万，会当得了超生命。即看安尼有殊胜，看咱安尼若无拍拼，真正对不起天文数量，对不起你家己啊！你等到600元来到今仔日即厝的三座普渡，到有天道人伫咱还阁毋知影甲你的主人叫醒。咱搁逐工安尼，忙忙渺渺，逐工对人安尼，时间，人讲时间就是生命，生命就当搁迎来呢，伊甲你讲，万法得超人，那安尼即个因内面就是带一个叫做无生的真理，所以伫这无生的真理，你若会晓用，叫做自信分；咱若袂晓用呢，叫做啥？一点灵命呢，爱讲听有？所以伊才甲伊讲，伊甲讲，啥物叫做万法皆一？伊甲伊讲不管伊是佛教，还是道教，还是耶稣教，还是基督教，拢咧找迄个尔。好学今仔搁含咱重复一下，有够咱即已经参考以上的有够济，咱爱了解咱的生命的元素是对啦，安尼，刚好，拢不管佛教。
这咱人的生命方式，互我，这是科学家甲咱证明的哦。真个博士一直咧找，找到即个总源头啊！这总源头毋是，这总核心毋是甲咱佛教咧找尔，毋是甲咱基督教咧找尔，含真的科学家已经找对啊！咱无迷信呢，所以开始甲伊讲，吼，开始伊甲伊讲，不管啥物人，伊就是咧找这。好，伊讲咱生命的元素，这叫做物质，这叫做现象感。现象感，这叫做生命的元素。所有形有看到，所有的你目睭会当看到，拢有伊的生命的元素里面。安怎听有？伊内面呢，伊有分子，伊有原子，这种科学家用出来啦还有电子，有质子，有中子，我有咧我底写较做啦有核子，有光子，有介质，有夸克。这爱问阮这博士有无？恁有读到遮未？咱已经科学家已经探讨到，咱所有生命的元素已经到找到夸克啊！伊夸克过来叫做，毋爱大强子的大强子，来这个是叫做无形无相，伊用科学家用迄个所有的技术去看，无法度通看到啥，看到能源，来能源叫做能量。咱今仔日，我会当大只讲的，就是我身躯有能量。咱今仔日的能量伫对来，就是拢伫遮来。安怎听？佛教、道教到遮，就是大家不管讲到遮，伊甲咱讲，管伊是佛教、道教，也是耶稣教，还是佛教。伊只讲，管伊是佛教、道教，也是耶稣教，还是佛教，拢共款。安尼敢听？拢共款，就是要找一个，拢要找一个。这是佛教，这是道教，这是佛教，这是叫做清净本体，清净。这是叫做西方，这叫做道，安尼听？这叫做一贯道，一直贯穿整个所有的万事万物，咱爱去倒转来到遮，这叫做因啦。安尼敢听？伊贯穿回归到，咱对佛教一动，佛教一动生态极就有阴阳啊，安敢听？有阴阳，就是开始生一切万物，所有真生出来。咱的生囝就是爱有阴，爱有阳，爱有查甫，爱有查某。你家看所有动物嘛是，含植物嘛是哦，一定爱有阴阳，伊才有法度通生一切。安尼咱已经找到伊啦无？所有宗教拢咧找这尔，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拢是要来协助咱来找到这个因。安尼咱听有？要来协助找这个因。这个因就是就讲咱的生命的总根源，咱的生命的总核心，咱先从何来，事从何去啊？咱是对这期待倒来到这个汉奸，安尼敢听有？咱只对这个汉奸要爱搁倒转来到遮，这段路程爱去讨过修，爱讨过班，爱讨过人，修学道。若无互路教，若无人讲的啦，一个头家我是听马云讲的，马云讲伊做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毋知目屎还是汗，若无甲做，无法度通做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。咱一个修学道的人，咱一
一个真天者啦。若无好学啦吼，若无好学啦吼，安尼甲咱啥？不要讲啦，互相搓磨。若无好的人啦，安尼咱修学着讲还袂到资格。咱要信，是安怎办无到？是安怎我做到安尼？搁互人无中生有，是安怎我做到安尼？披上红颜三宝四大会中啊！我伫道场做到安尼，是安怎搁做到？讲甲无影讲甲有影，无口讲甲骨力卡出来，吼！要活咱的心思，即蛇叫做成功了，即蛇叫做xuất成修道。所以咱拢茫惊，咱真正惊无着了。好学，好来，到遮归因咯。不管是道教、佛教，吼，比如我10公分，不管是道教、佛教、耶稣教，拢同款。咱是要反复见自己尔。反复见自己也做啥物？注意前面讲，回归原来这个清净无染，手中搞要找物件。啊，所以你甲看，咱一贯道家啥物？咱一贯道家名书一指，中央会万法得超人。这里不做面头前，袂使乌白讲话哦。眼前观即是，当下看辉煌。啊来呢，希望就在你眼前而已。西方你咱来目睭前尔，你内面的目睭前，你内面迄阵的不做你来创立你内面的，你爱甲请出来做主人的。安尼咱听有无？哦，所以咱真尽量，尤其是老菩萨，咱真尽量一天一定爱安怎？赶紧顾你的本体哦好势，赶紧爱做功做德，爱互你以后好行。真正呢，这学校看一本册，伊讲吼，咱真个拄则会知学校，我有听着遐人咧讲，会做就爱做，会白就爱白，会烂就爱烂，会变就爱变。有讲即句无？啊，要安怎变？要安怎做？无听啦。哦。要讲道理，用听无来。学校大讲是讲训练一个道清，两支脚袂行，伊迄是当时是40几年的，当时有一批啊吼，袂行，一批叫发烧过，啊脚袂行。毋过伊使啥物？伊使这我袂晓讲，迄恁使啊这做啥？这做啥？学弟来，搁使变过，来搁使变了后尾。学校咧想讲，伊脚袂行，太伊福报会遐济啦。啥物原因？人伊会晓甲伊的财产分做4份。我是安尼讲的啦，分做4份啦。咱若要甲咱的财产分做1/10，咱就往有倒过来。伊1分放到伊以后，伊1分放到伊以后100岁年要用，1分是家庭要用，1分是保险3个有诶要用。1分加放伫倒，话你听。伊1分加放伫修行学道，放伫倒，放伫需要，逐工安尼甲积，加放伫你个功德呐，功德箱，无怪伊福报会遮济。好好咧讲哦，伊不是咧请人呢，安怎咧请人？哎，人食菜呢？啊，我讲食菜呢，领导能力很好呢。伊讲安怎呢？我若要刮刮乐吼，凊彩刮凊彩着，好吼！我自开分堂吼，自咱分堂开几单我毋知啦。好客的迄落啥，迄落统一发票吼，好客毋捌咧对，啊我嘛不断对，我拢起来阿辉讲你若对，你来放分堂。我问阿辉讲你敢捌着啦？阿辉拢就甲我点摇头，咱来想。啊，咱才遮无福报，啥物原因？哦，是毋是咱人哦？无另外放你若有10块，放1块落，放伫迄个功德箱，这是咧制造福报呢？是安尼人咧做无畏死业嘛？人拢
其实无鬼死是要咱身体稳定，在死是要咱精神愈来愈好，发死就是要咱的智慧愈练练。哇！但是咱真正袂使等，这3项拢爱学，拢爱加减仔做啦，无像拄则迄个毛主席、毛小凤，安尼完全拢无去啊，足无彩呢。哦，来，我落来，讲拢共款，来呢，我讲到对啊。万国建筑语，来呢，虽人看齐的。你爱真正随个人的兴趣、个人的家产、个人的形体，咱若有了解到对，你就是做到对。咱要信无？咱若了解到对哦，你就是做到对。哦，好来，这个是要来一样的嘛？好，安尼好，好来，伊讲世间的情爱。牵甜慢慢待，总在悲欢离合无常中摇摆。互我这足浅的啦吼，互我以无常中来甲咱做，啥物叫做无常？毋是接受来叫做无常。咱人甲咱讲，所有的万物有三条件，叫做。缘起甚深，对不对？缘起性侵，来无常，无我，有无？迄叫做三法印。你这三项若知影，咱就已经证到阿罗汉。讲教地一个拢毋免难。啥物叫做缘起甚深？就拄则我讲。咱一个物质，咱所有会当有形有相的物件，咱有人来就是伊遮一来到遮，这是伫西方的物质，一动来到所有缘起甚深的，缘起甚深，咱来生咱人生万不来的呢。但是咱爱靠啥物人来生我？来注意前面者，咱是毋是靠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来生活，对无？所有色的，这叫做五蕴色。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。色相形色吼。色受想色相形，来咧。是色受想行。色受啦，受啦吼。色受想行识啊，好啦，歹势啦。所有有形有相的，拢爱靠这物件来生活，迄叫做无常。注意前面者，咱坐伫遮，咱的豆食这个饭对对来，对土地移情来转换来啊，吼，伊迄个菜，即味土地转换过来菜，转换芦笋，转换啥？下豆所食的物件，咱今仔日下豆食这个食物，食物食这个，甲盐爱安怎？爱大便，爱甲放落出来，敢毋是？敢是安尼？咱下豆规只甲食这个哦，到满上介少毛仔菜就爱甲放落出来，有豆无？拢含豆甲丝都无，迄叫做无常，变化。真正咧，地水，我自个知影，食地食一箍去放几盖，互你哦，上盖少落三个。有流伫咱的身躯无？共款流出，叫做无常。讲一项是咱的啊，地水火风共款拉出来是小便，对不对？会。太阳，今仔日若无太阳，会照耀。恁遮农夫啊，你看，互你外交挽留，互你外交栽培，甲咱的栽较大粒者。若无太阳呢？是毋是？着太阳的照耀，含迄地，含迄水，光合作用，安尼，迄灵感才会大粒。安尼敢听有？迄叫做伊到遐到尾伊回归，伊共款意思。到尾啊，拢爱行，这个叫做无我。这
自我。咱拢伫遮，逐项拢为我家己咧设想。即栽摕我的，收摕我的，灵感买摕我的，拢无想着天地遮济的温情伫你的身上。吼，收摕无互天，无互地，无互啥物人，拢是我的。这油啊，拢天地互人的呢。啊，人以无为而为呢？吼，地水火风，你真坐伫遮，咱真坐伫遮啦吼，喘气，即气甲喘去，到老咧，无留伊安尼身。你若无喘出来了，爱安怎？紧回来爱挑伊啊，对无？是毋是？你真若坐伫遮，人甲你讲，哦，钱较重要，空气无重要。3分钟无空气通互你输，下我袂？下我袂啦，像以前的遮，下我500万甲你买3分钟的空气，安尼敢好？啦，对无？无3分钟有迄500万要创啥？共款来死，爱敢听？哦，所以你才讲讲地水火风空，这叫做空间，这叫做空间。今仔日若无这个空间，咱人无法度通装伫遮。咱逐工拢爱靠遮来生活的，咱拢无想着叫啥物叫做无常，啥物叫做无我，啥物叫做神清啊。咱要来出世做蛇人哦，做伊蛇人，即蛇啦，安尼条哦，即界的人啊，是遮无简单而来的呢。啊，咱敢要互安尼简简单单结束咱一世人啊？有智慧的人，真正的时间袂使浪费，袂使甲拍拼讲，毋讲袂使啦，嘛是巴肚爱顾啦吼。咱的钱嘛是讲爱甲。顾好讲咱食老，吼，通好要安怎用啦吼。有当时啊讲有讲爱请外劳啊，但是下当的人真正，例如食咱讲10分蚵，毋免你小拄食迄个，我来讲迄真诶，伊4分1分放入，伊摕倒转去，寄天空银行的。啊，咱拢毋是，咱拢寄土地银行，咱拢寄物业，到尾啊还袂死吼。安尼人就赶紧去变路过啊，搁变袂过来用了啊。加进，你也看迄个啥，黄金庆恁阿搁咧过，吼，啊搁啥物人张龙派咧拢阿搁咧过，你甲看，吼，来，过来，伊讲吼，咱毋通互无常甲咱摇摆，毋通任他而随去啊。伊讲何以你才会想要脱出轮回界？这个爱看咱后壁，吼。咱来爱看要安怎去脱出轮回界，你要安怎恢复到无我？做代志爱做到无我，做到无为而不，吼。所以家讲讲伊遮，伊佫讲啦，来讲毋通不再过无赖的人生啊，自我来是啥？这个自我重点伫遮，你爱自觉，你爱找到你的自我，做主人。毋通用迄个拄则迄个讲冲动啊，无明，看一下啦，冲动无明，自私。我逐工拢认真办是非，就拄则我，咱的八色电局的世界吼，你若啥物拢做啥物，互学昨我若下晡时啊，若有闲啊落若。除了爱去行去，啊去阮后壁行去，啊后壁实在，到对了共切少份，后壁有一份，因为太太啦，咱莫讲啥，伊的不是坚定，伊的翁若死啊，公公婆婆也死啊，留一个查囝，啊甲一个妹囝，但是伊以早是拢公公还袂死的之前，见头来头大官安怎。真毋是啊，大官死啊，真见豆啥物红？伊家己早叫无豆前迄个囝，安尼了，吼，咱人就是无家己视为己出，就咧讲，无
无亲戚，过年啥物会，拢无咧甲包红包，毋免讲是普通时仔价钱咯。因为咱普通时仔就是无共付出去，你迄个爱无付出去，你要安怎？你著要去经营，你要安怎望回收呢？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才来讲，咱爱想出要安怎自我熟悉，你爱来反照讲，我来迄个内心的世界，迄个真我你体悟出来无？迄个真主人，你有咧作用，迄个真主人，我定咧学。无哈个对咱的华组长，我真定咧学了华组长。伊扮演的角色好大家，好太太，好，伊讲上公按着娘囝，按着老爷，迄我拢叫袂出来。啊，我就是到无钱，我甲我绑掉的，你敢知？我若咧起无名哦，我要气，要甲叫出来，叫袂出来，我拢袂晓叫。但是伊就是袂当到，因为安怎自成伊的形象，让伊即种扮演到叫做圆满哦。所以你甲人讲，咱茫过着无赖的人生啊！你迄个自我熟悉，定咧讲这自我熟悉哦。爱找着迄真主人，啥物叫做真谛？爱了解吼，真谛，即个意义嘛爱找得出来，毋通搁做误解啊！咱这自前人者，吼，咱毋通做迄个误呆，误呆就是做迄个无回收的物件啦。人讲世间钱。世间钱，世间利，世间若无大，拢无路用。爱敢听有？目睭一个客气，啥物货？人甲咱挂了好好的，人讲甲咱讲一句话，讲早上公鸡，下午就忘记啊。毋免讲等到5个月啦，毋免讲等到1冬啦，毋免讲等到2冬啦。下早公鸡尔，下晡就袂记一啦，毋知你活汉。所以，即个真正，你即自我一定爱来熟悉，真谛爱了解，来呢，毋通搁做误代，较不如甲伊讲者吼，来甲伊讲时机失去，袂再来，岁月无要等待，安尼爱好好把握时机无？爱好好把握你的时机，你会当要安怎行功表现，这是你上该好的时机啦吼，只要咱的生命留伫，只要我搁会行，只要我搁会听，一定爱来多充实。充实你内面，就会知讲，这叫做德吼。伊会知即个教师讲安怎？你解说安怎？会记一遍，来重复一下。设计家。你即个人做啥？听了袂记一啦吼。双人房双。咱有2个房，你摆对一个，迄个人有啥物来是伊咯？人这迄个性质是讲目睭啦，伊咧讲目睭，咱才有去心啦。你人若咧讲叫做视觉嘛，嘛叫做是非，非咧有是，非咧有听，非咧有道，非咧所以我来解说拢无共啊，吼，所以德者本了，这才是咱的基础。才者本，若有才的人到尾啊，讲就讲拢互无熟悉的人害尔，咱个人拢有带个人的风格，好，我实在袂使去讲咧，来，讲到尾啊，来上天选善良的人才，建立品德啊，吼，互我来用即个莲花，甲咱做参考就好啦，吼，莲花敢是安尼。每一个啦吼，莲花啦，你要做一堆莲花，爱有啥物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有无？莲花在污泥里，污泥爱受草，对无？草爱受污染，爱受安怎？爱你所行过的路，我汗甲目屎分袂清楚。你甲看即粒莲花哦，伊打。种落即粒莲花爱青青叶先出来。如果你即个青叶若甲扳掉，这青花会枯的。
包邮饭去找，人人计达成哦。这个莲花，这个叫做啥？莲花卷啊，做啥？莲藕哦，伊迄个叫莲藕啦，莲藕。莲藕。无，不是当这个卷啊，做啥？蚵仔呢？蚵这不是嘛？是蚵仔，这嘛卡一咯。我伫泰国捌食，所以鱼头到尾拢卡。唔知这莲花。到这这个莲花王看，足水。莲花写去，后鱼呢？哇，伊头到尾拢有个作用呢。咱人写去无甲咱后鱼呢。咱人写去去把球去烧掉呢。所有的人你甲看，日本伊莲花写去到变莲子出来，有无？伊头到尾哦，伊下顶啊呐，佫有莲藕人食。哦，迄叫做莲藕。你甲看，一丛莲花，伊出世一丛莲花，伊的生命，伊的真实期，伊的意义了看，伊每一时一刻过了拢做真实。伊无来白往来这个天地，这个世界。好，安尼，咱爱要好啊，建立好品莲哦。安尼，来看你家己啊，好，来请大歌星来唱歌啊。今仔大歌星拢甲我招呼你，无啦。两个歌星来，一个来做比来看。你这可爱有新娘讲着爱啥？就爱观音啦，啊，比啊。无就是你的这句吗？来，两个来唱。少人会发心起来，安尼。观音的啦。社会也是。